三人基礎，另外即刻開始倒數出嚟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 好啦，開始打出嚟啦，新聽圖嘅嚇。反正咧，快啲翻嗰度，翻到各位啊！好嘅，唔該晒。對個 TSB 車跑出嚟喎，一大頭白，先講下。而且係有啲其他都唔識嘅女車手，啱啱呢個條路啊，啱啱到啊。呢個係灰嚟㗎。3部車啊！車翻嚟有隻問題，中間有車跑咗，唔該晒。而且有啲紅色嘅33出流三車先對緊啊！係舊咗第二車先，係啦，唔該晒。三車係綠牌㗎，依家一架跟同小巴後面跟住嗰架係三車嚟。跟第二位啊！睇下好啲裏邊。三車行高高。我問係邊條一過去啊？我頭。個電視係3分鐘3、1、2、4。中間小妹慢慢嚟。這個花的有點那個，後面頭車可以往後嘅，會大下，會大下。冇錯，而家邊個4分㗎嘛？3、1、2、4有。呢邊有啲意外大車，呢個水包係大車會唔會追得翻啊？
有呼吸管。大邊度啦，我就發現滑車就滑咗啦。你自己想走幾好啊？呢度要小心啲壓力啦。知道可以準備。當時啲頭車嚟㗎，擺咗啲其他車唔使咁趕。仲有20秒。佢3、1、2。又發生咗衝埋你喎，係3號收車，4號收車。2號收車，3號要好快啦。呢個頭先就係2號開始預備，3、2、1，4。如果嗌佢喎。